係啊，各位聽眾，我真係歡迎人都來收聽，我別叫我死，佢在新嘅話題來收聽，我人無想嘅，人家講啊，佢在話題人都來收聽，變得好見嘅節目。當今日我是少年人講這邊聽下邊聽，這是我這禮拜話題咧，我馬上講少年人無這邊聽下邊聽，少年人唔是有聽呀，這是嘅。咁這禮拜我未講嘅話題就是這邊聽下邊聽。是蝦米物件啊？實在人冇通講嘅物件，講嚟聽這個話題。介紹咱特別嘉賓，因為咱特別嘉賓恁看起來是較濟是人家安啲嘅回事啦哈。特別你看我個字曬安哥內安啲哦。有啲我是件數，我是劉姨啊。對對，我是安雅芝呢。等陣我看伊食咩，即個 view 我哋食咩嚇？我會讀一字，我個讀咪等我幫大啫。伊係咪都學邊個不要讀？咩麵？骨麵嘢排骨麵。排骨麵，排骨啊，排骨麵。伊裡面有排骨了。冇啦，哦，伊味素是排骨嘅啦，味素嘅啦，OK， 我特別咁樣就是維娃娃咯，了個有英國中咯，歡迎。Hello， 大家好。了個有阿三laksa啦，歡迎。歡迎。個有我人校長阿龍歡迎。了我記錄啊嚇，等我講講，喂。個曉落個等陣 copy 我 copy paste 先嘅 topic 先，但係嗰個 topic 上地未記 post YouTube，OK， 但係即 post YouTube 啊，แล้ว個我人嘅曉落唔是曉落 Hello， 曉落就曉落先得嘅，歡迎，แล้ว個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是看樣是係咪人啊？Clubhouse 入邊是播金啲啊！細下你唔是講咩困呀嚇？播金啲細下你唔是講咩困呀？但係個啲個唔使咪係困了，但我人講我學第四隻困。OK， แล้ว個有咧別使講可能。Hello， 有冇普及就使嚇？普及冇聽咩嘅 ？Thank you baby。Thank you。老師唔有故事故聽到早困。嚇，調本。แล้ว特別冇老師困上濟啊，辛苦聽啊，咁講。แล้ว個有阿蕉歡迎。Hello， แล้ว個有葡萄乾歡迎。Hello， 大家好。葡萄乾這是係咪有一種咧？我想講是紅嘅榴蓮，แล้ว個有叉米粉歡迎。Hello， 我哋講誒。成個我哋講雜嘢冇同講，แล้ว先話雜嘢，梗係就是故聽咯。OK，來講這話題咧，我要講嘅是一邊聽下邊聽，我是感覺到咧，人是有一個會聲噶，還是無？我是一邊較就是有會聲人啊，是紅響一邊聽下邊聽，但每個最近得落去聽。我係記我是到底我係會聲朋友㗎啦，對住講話時就是講啊，攞一邊聽下邊聽，當今攞得去聽。我小姐做聽哦。好呀，先聽啊，冇先冇聽，先顧聽啦。嚇，到回來講話正。我阿想苦到嚟，我覺得會叮當嘅個了，特別我早起請起來就唔係咧，我會真暗嘅條，早起請起來就真暗。你頂日咪是講即個韓國人有一個請假係嘛？鬼先叫做鬼先顧聽嘛？冇曬啊，鬼先顧聽嘅。特別我唔是種我應該。你鬼先顧聽，我是學人拍，我真遲慘嘅。伊是有影是冇齊，咁學人拍唔可以猜啊！哦，就是講先顧就睇。哦，成功就太掉啦，有先顧就睇。哦，先曬咁冇曬，就是先顧就睇嘅意思。哦，我唔是種啊，我就講
冇運動啊，แล้วกูคุยที่เจเดียว我本想咧，看阿龍我個你想，真正硬咯，所以伊唔知硬。你係卡吹哦，你係卡吹，卡吹無數，特別我想，你腰骨一啲卡吹，腰骨會好啊 ，lower back，坐起來時係 lower back 會痛咯。我第痛嘅時候就是我按摩棍在這裡，我按摩棍這邊真係痛嘅，我當今是冇痛，特別伊會真正硬，伊定去咯。係啦，我達到我因為我想我就真正屬個 massage 啊。攰咧就攰啦，係咧我有去 massage 話咧，我就驚我咪做 body 嘅，我近日做頭呢，佢個按摩棍叫個夾隻，冇去夾隻，佢個鏡頭就變樣啦。แล้วอีแต่ต้องเนี่ยเป็นไงจำเสียยังแต่เนี่ย按摩棍เอาไว้啊，正依度制啊就講依隻แต่เนี่ย就講你這邊冇事啊對，你做工作真久啊對。平時冇運動就對，伊會知哦，伊規身軀感覺到我。你是 chiropractor 啊？冇啦，我一針嘅會使哦。會使。阿龍身軀真定嘅咯。對，一般真，我可以帶過對。哦，你把這阿龍嘅按摩棍成個把肚啊，你睇呢？對，我按摩棍是要定。哦，所以有時候覺得飲定點使要。咔咔安尼哦。安尼先啊，唔是你骨嘅先嗰種。一見一擺先。muscle 定。你是 stress，你好你 stress 啊，按摩棍呀。有可能咯。แล้วลูกพาสวย你是做工小姐嗎？我困點先？我困點先？我真係看過除掉起嚟，真係好嘅 position，真係好嘅 position，就 comfortable 嘅，我真係看過除掉嘅。你你冇俾條名稱，你名稱你一定。對，我名稱是較定淡薄係了，特別我有俾一個 topper，你 topper 是女嘅，好嘅就係我俾你 topper 啦，阿冇嘅話咧，我 feel 到我困者係佢是個我聽咯。哦，尖頭咪是有關係嘅，對，尖頭關係，所以我同佢撳開咯，我係佢俾你無紙嘢啦，真係貴啊，幾百塊一個，我同佢撳開啦，因為我就講有見咯同佢。但係就是講阿周後你講困定嘅講係咩？我覺得困定嘅名稱咧，馬路啦，唔是講困定嘅名稱對咱嘅身軀會較 OK 嘅咩？較好嘅，你看中國加韓國本是嘅啫，因為傳統啊本是困定嘅名稱個定嘅尖頭嘅。尖頭或者定嘅，只係注意啦，可能你注意呢條。人講你嗰陣時對身軀較好嘅啫，伊後來是按摩牌啦，變佢女嘅尖頭去啊。就叫我隻名就叫西啊。我叫你，你第一環境困我做假，你講我做假落好困嘅。我唔捌困過你做假。你講你學我困係一間房間嘅。冇係尿板啊！我係尿板還是你係尿板？我係尿板。哦，我唔捌困過。你是定嘅女嘅？伊當然是定嘅，頭前是女嘅，伊是門分頭前對面，所以伊點落去有一定 support 你 back。你開字哦，你變成？未講就貴啦，咪差唔多啦。差唔多是有借啦。我世界啲朋友咧，近日做假地個過程俾我俾近日做假。這是貴咯，好嘅就是你嘅錢咯。而且咱只幾年嘅事啊，唔知對成個嘅款是真係有見嘅嘛？我照假是被差唔多被換了嘅，是講我在前面搞在 project 會等啦，我是delay 呢。Anyway，咱講到對聽，你嘅按摩棍有聽啊龍？我冇聽嘅，特別我按摩棍是只定，特別那時我去做 massage 話，你學一度會一定點先話，我都會真係聽咯。OK。因為一掠到你見，你掠到你射話咧，我都會真聽咯。平常時我安尼款無所謂。然後我是，等陣我想話到，有當時會聽，為就是我我當然無我個在，頂到我一幫嘅時是我卡頭舞會聽。卡頭舞會聽，然後阿婆就是我腰嘅。我腰嘅邊也正手邊淡薄，較起淡薄。成個講人嘅腰落來，特別唔是 directly 嗰啲檔位。hip bone 啊 ，hip bone 你較關起淡薄，伊時候一粒 muscle 嚟看，伊成個人嘅骹喙嘅屁股起個腰嘅哈 ，lower back 嘅正手邊下邊哈，哇邊哦。你 H 啦 ，because 對你是你行路你徛。
一拖掉都规支開嘛。哈，แล้ว好，我是虾米事是聽我就，我頂到 hippy 啊，我 hippy 我做我 directing 嘅時做啲 hippy 時，我徛我較就是徛 maybe 一日徛8點鐘10點鐘，咁徛掉咗好地就，แล้ว我係穿嘅鞋啊。無夠 cushion 你知道，所以變咗我直直聽我腳骨一轉滿啊，我就當然冇去啊，但我冇但係咧個有啥物事，我是行路，然後做好我馬手女，唔識一較鬆到對好，咧變咗冇聽去啊，我成日到啲 treadmill 去行，แล้ว變咗較靈去咯，係你係哦，係你我同你講啊，點聽，一時24點鐘直直聽，一時大聽細聽呢樣。是唔是晒一啲 nerve 嘅 issue？唔是晒 dick nerve， 我去看本。伊是我是 muscle 嚟，唔是 nerve 嘅 issue。我是想咗晒 dick nerve 本就，特別我冇疤啦。because 晒 dick nerve 樣個一落架去一啲，你開疤嗰陣時。啊，你覺得有阿妹？啊，係嚟就電嘅。啊，我個冇嚟咯，是講我是淡薄，我聽然後想一直位呢啊，所以我特別我一粒 tennis ball 係到底我車位啊，我到底我 car seat 位啊，我下掉，所以成日GE淡薄啊，你 GE 過咧另一度較無呢聽，特別我當今我背我後背骨有當時我夾卡起來後，我壓嘢一啪呢隻，可以生氣，你都無呢聽啊，還是啊，特別我卡頭有。อันนี้คนนั้นว่าโบราณสาวปะอยู่ที่ปะอยู่เลยแล้วมีค่ะหลังไอ้ปะหลังexpert pain expert ก็หลังจากเลย都個聽過鏡頭安怎聽啊鏡頭啊有一種咪叫做50鏡嘅都聽過啊抱肩啊嘛啊抱肩啊你 shoulder 咩啊 shoulder blade shoulder blade frozen shoulder frozen shoulder 對Frozen shoulder 是你夾未起嘅，得隻呢？對，真正聽你。超未有，你。喂個，因為發紅。啊 ，inflammation。即係嗰時 inflammation 問題啦。chiropractor 就啱啦，呢度呢啲事。chiropractor 未做frozen shoulder，chiropractor 未做嘅，我教你做嚟殺口。我聽死啊，大姐。會考嘅，都會考嘅。嗯。特別我是 health 解決係冇吹 chiropractor。我是貴先嗰天，應該我是 high in uric acid 啦。哦。我是 inherit 嘅 uric acid。所以你成成你 uric acid 燒到你身軀啫。and then 我 sometimes 卡嗰時覺得冇冚到配單嗬，吹風扇啊，阿媽就 check 咧，哇痛哇死啊！你個第一 call chiropractor。uric acid 嚟㗎啦 ，chiropractor 係教你調你 uric acid，I mean 係做你 uric acid。伊 adjust 學路啦，伊個零咧嗬，下個浪痛。and then 我 chiropractor 是個 I mean 伊未講就愛彈累累啦。even 都伊是叫你講你個if 你聽點聲時，你個習慣來逐個禮拜吧。伊甲我講咧after 我 crack 對嘢，你刮痧到你嘅 pain area，because 刮痧係help 你 inflammation to heal faster。意思。你用刮痧，你嗰啲都未使最近到逼得上紙啊 ，because 你本被 loosen up 啊，白刀碌卡有去只只聽嘅咋。你 chiropractor 本隻情況咧，我隨就好啊，我隨前估咧。chiropractor 有嘅是近日用 crack 骨嘅，特別我係 chiropractor 我下路 crack 骨嘅，冇打得。我咪上。咩其他都逼得 crack 骨上字，係你 crack 骨咧，我是感覺嘅冇好啦。伊是小錯，你知道 ？because 伊 adjustment 是面是真係細呢就，伊真錯嘅款呢。然後我 chiropractor 伊是用一支細細嘅forceful 嚇，硬就硬，實下咧，實伊骨到短去嘅，你是較好。然後伊會做架細骨啦。你講你 spring 嘅話，我就一下就鐵嘅骨呢，一 Q 一拍，呢邊一拍呢，伊拍，伊聲只大聲，你是無聽嘅，叫伊聲呢大聲，伊就突隻，特別伊都無聽。伊 spring 的伊 impact 嘅啦，是崩呢。伊是實伊骨到短去跌嘅位呢。你人個就人有頭殼聽。成啊migraine migraine 嚇，個 migraine tension headache，tension headache 哦，美國都要去上地都冇 tension 咧嗬。係咯，上地冇 of course。去上地冇 tension。
我做 happy ending every Saturday 有年係 migraine 嘅招起喎。係咪嘅？你講啊，保險啲。係你頭痛咧，有時講你做 chiropractor 調好時候都啊，你會頭痛會個招，because 會頭痛咧是因為你會骨折掉係你筋啊。係，所以意思講調啊，我 every 3-4個月安尼去。但要一擺啦，是講無數來講啦，3-4個月去，一擺 just to maintain 呀。OK。所以成日未帶掉你見人就你骨。當乜做一個班咗？我半把做佢，我叫班咗 chiropractor 骨沙冚唪唥噶啦做佢。個八關個。啊，你做別不哦？係咪係你寫咩？係咪我諗講唔知我唔知係咪嚟？八關啊，八關是係你係。甲冰哦，伊叫咩？你講咩八關係咩意思？八關。八關啊，八行關。八是拖是八起來班哦，關係咩關啊？做時隻甜啦，特別做咧就關頭啦，人家是關啊，係咩關啊？八關，man 華語來，八關八一關。做時甜。特別做咧就爽咧，我一生氣是唔是？你會嗰一笪經療啊，係咯。特別古仔係你八關嗬，我媽都做點聲時嗬，伊嘅嚟度幾個小時嚟看到你可以撈出來嚇，拉三會熟嘅撈出來，用 bamboo 嘅得。但是用 bamboo 嘅。如果有個，你起碼嚟人嘅，你用做甲冰就會。喲，我聽過，收起來啊，一學伊會 release 出來那款。係你話記你我講講 infected 冇咩情況。但都用冇用灰啊。人講聽，講係點灰？人最搞就係搞打很聽，就是人別打很聽，因為打很聽 threshold 關那嘅。真係滾，破壞鏡頭。你是搞打很甜啦，保險啲。我飛條我成日打很甜。安怎個會打很甜？咱韓國講人家阮查某有大波多過嘅時候佢驚。所以佢就是查某是較搞打很甜嘅大波咧，真係咯。如果看一個查某未打很甜咧，伊成驚點聲就講就嘰嘰叫叫安尼款咧，面試人無暑假嘅。面試會講。特別即係有人是 genetic。你 pain 嘅 threshold 冇像 genetically 伊冇像嘅話，伊 reaction 有人講就係gas 特別冇，因唔是 gas 就即是你想講很你講我咪是在世代正成驚，我都冇像伊嘅講嘅大聲，特別其實是伊嘅 genetically 被打很甜啊就，伊嘅 threshold 冇像。我相信啦。你聽咧，你會 control with your mind。because 我人成日點聲時，我人有去係你成日 counseling 嘅咧，係你一 class 嘛。誒，你又教你只係你 Lamaze breathing 咩？Lamaze breathing 係你咧是 control 你嘅 pain 嘅啫喎。所以你做係你咧，你未講嘅就笑。特別你standard 甲別人 standard 無相，你 threshold 啦，所以你聽 threshold 甲別人聽 threshold 無相。就所以你會 control 誒 threshold maybe 會搞個你聽個雜也好，你會 focus 伊會聽個變做切去，特別有啲人啊，伊 genetically 就是15了嘅就，然後伊做 breathing 咪是13、12，你看咪是聽過路個就伊 outcome 啦。啊，英國但我看英國當啲食咩啊，我個邊問看伊搖頭。應該是 stir fry spaghetti 哦。只估計菜人食物件。Pasta alla pesto de melanzane。等咩？我是。但係咪你講咩 ？Can you speak English？ Italy 嘅食啦。Pasta alla 係咪叫食緊晒？Pesto della melanzane。哦 ，pesto。melanzane 是叫。melanzane，哎呦，lanzane 呢 ？melanzane。melanzane。is 叫嚟啦，叫。哦 ，melanzane 是叫嘅意思。eggplant 嚇。So it's pesto，也 pesto 是。我嘛普吉 pesto。誒，安怎看？啊，頭媽伊 mic 炸掉，我直噔未出。
人嘅聽是 it's very different 一人嘅。對 threshold 是一人嘅，是看你嘅 character 是按照看，你細漢是按照看，咁了，我拄到安尼這種嘅人啊，有嘅人啊，你做嘅較絕聽本伊人無打喊呢，了有別人啊，你夾出來一個尖嘅人就蝕去了嘅。但你聽甲你袂聽是你 system 家己 shut down 你家己熄去啊嘛。so 若是講人講聽本好啦，聽你佇 hospital 因為你 1 to 10啊，你聽是蝦米物件？有個人會甲你講13，有個人甲你講15，有個人聽甲面青會甲你講 number 4呢。所以人本身啊，你家己看你家己嘅，你家己本身看你，按照你是感覺你會打喊聽未打喊聽嘅人呢？呢啲做 foot reflexology 都要制啦。我是感覺聽背不吉，我會聽啊。特別你聽甲你背，你再講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嘅時咧，你嘅 threshold 有影會 increase 下去 ，because 你再講你冇辦法，你別用你mind啊。你背不吉嘅時，你再講你聽嘛，你看索嚇，你看 OK。特別你會聽，特別你聽甲你再講你。伊特別好，你食藥食甲你食去嘅時咧，你迄時是你食聽啊，特別你會亂較濟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re is nothing。無法了。你無法了。特別聽冇字啊，這種同款嘅就聽有嘅是身軀聽嚟，成個 physical pain 啊，身軀聽，特別嗰一個 pain 咧是係你 electric signal 成日條索掉嘅聽。Neurogenic pain 我係我未打visceral pain 是講下你有 neurogenic pain visceral pain somatic pain 個了無相嘅嘛，有嘅人會打喊一種未打喊別個種你看啊，上個你講晒大家係是 neurogenic pain 會做好人笑嘅嘛，你唔知被 pinpoint 到落嘢嚇 relentless伊想見嘅嘛，你成日的 pain 啊，伊過了一定特別，伊想個 tricky 聽咧，伊想 shock 你嘅，你聽時啊，你出冷汗。tricky 聽是 neurogenic 嘅 pain， 是因為 nerve 嘅 pain，nerve 嘅 pain 咧真真艱苦打鼾嘅。特別我呢，係咪 somatic pain 本我冇插嘅，我係打鼾嘅。我COVID 嘅 lockdown baru start 嘅時候，我逼起一個樓梯去站嘅 IV 啲外表嗰邊啊，我未記我啲徛啲樓梯哦，所以我去掉伊個，我掉較大力啊，我噴去後邊啊，我到啊七triệu啊，是因為7-8 triệu啊，拔到啊，然後我想講我係ankle 啦，我想講 ankle 節啊，我就係冇節啦，特別整起來啦，我會卡整起來。聽到後面本來我冇接嘅，我冇接 painkiller 冇接後面本我去做工後面我冇接嘅，特別我出去聽嘅時啊，哎呦，我被打鼾。出去聽是one thing 我都未，成日即刻出去我是被打鼾。migraine 嗰種嘅咧我係打鼾。喙齒聽，甲曬啊！啲病我袂聽，一直聽嘅時啊，你出冷汗，你結結啦，你阿莫講個了，你流汗啦，你冷，你知哦。流清汗。流清汗，對，流清汗。你頭先你講嗰隻係你嗰另外一邊係咩？visceral pain visceral pain 是你嘅度，內邊嘅度啊，細度啊，是係咪咧？佢 organs 啊，係你聽是無相，係你是。你是想開刀嘅時聽？你是看到看內邊，無相個外邊嘅聽。你會安怎會聽㗎？成個都拔到膠你拔到管家嘅時候，拔到管家嘅時候，你看啊，你未做波行嘛？你只聽，你叫啊！你食飯少了，你拔刀等下到底就燒嘅時嚇，喺你聽，就是喺你拔刀嘅。喺你聽是較風險 ，because 一時那是真正食啦，都不唔知嘅哦。
我唔知你會記袂，幾那年定了有一個人啲報啲新聞啲報紙啲美國嗰邊，依家朋友阿妹是去一個小白位，可是伊要學伊個白，伊要學伊白個白啊，伊要學，特別伊個白啊，拖伊攔接去上街做學伊個多。哎呦，要破去 rupture， 哎呦，伊唔知喎，伊唔知伊上公司伊報道是淡薄不好事啊，上就安尼款嘢，伊搞個對處，伊得咗 peritonitis 了，伊較真正較無好事啊！伊人帶伊去陸軍樓 ，Oh my god！ 啲時陸軍樓看到吹彈伊個刀，甲了爆炸啦，哦 shit！ 伊死去嘛，上換了。我看咗你 documentary 係講緊。Oh my god！哎呦，啲 Oregon 嗰邊，啲 Oregon 嗰邊。我聽住看你來嘅問題，我大擺愛看。我是聽到你看你問題啊，是做啊變做sexually 真正係你去啊，我看女啊，我都未啊。And 個表見咗佢隻 bear was destroyed。Oh no！ 伊就看到人啊，伊被到 look arousal 啊，伊愛 have sex 咗。Oh shit！ So they ended up destroying they ended up destroying 個積啊之類。แล้วก็ทำอ่ะ伊朋友啊個 video 啊。Oh lord！ 所以 video 放去 internet。Oh shit！咪。OK， 人講，我想講人講是 it's a myth 咗就，我去看 documentary 是 really 是真正可憐 it was a very sad situation。其實你白，白我唔好 control。Anyway， 人講到對聽的，所以人但會有乜但會有看一出戲，所以人講聽咧加 sexual arousal 你真像真愛。can be 啦。是 ，it depends to 看你關係係咪啊？是 conditioning 嘅啦。哦，睇下我看我話曬我是夠單聽人，因為我聽到嗰陣時做出去時，我是去政府嘅佢哋巴登波羅嘅位做出去嘛，你到巴登波羅啦，巴登波羅對頭前嘅一間嘅你Maktab Pergigian 係什麼？我是播出去嚇？冇拍麻將咯。冇拍麻將嘅，伊做出去播出去係咪嗰陣時冇拍麻將嘅？哎呀，播出去有拍麻將。冇播出去冇拍麻將啦，播出去拍咩麻將？有啊，當你播出去拍麻將咩？當嘅。是啊，哦。定到嗰陣時我是播出去是冇拍麻將嘅，你知哦。阿 John， mana ada kwan hal is infringing your human rights. Oh my God， CNA。我拍麻將咧嗬，咧伊轉咧嗬，แล้ว等陣嗬。伊個你講聽是啊，伊車到你見嘅時候，你跳者是伊度 stop，還是伊叫你舉手起來呢？那個表見啊，伊唔是愛掟喺啲水啊，可以寫嘅咩嗬？哇！伊掉嘅時成個掉索啊！嚇，係你是怎麼你講係咪 pain？怎麼係你掉索嚟定 ？Neurogenic pain， 哎呀，你是轉咗 barbaric 啦，我唔。誒，我是講定當時我是幾年啊？我是80少80年代。哎呀，小歐那時嘛是真係叫安尼看呢 ，because 伊做 free 好攞嘅嘛，小歐啊是。我 free 啊，是冇 free 啊，我是冇打閒嘅，我講緊錄個那錄學話伊貴冇多嘅。actually 冇，定到冇限叫，因為你叫好攞嘅錄官咪是冇，馬來西亞是。好你落去冇個你拍麻將嚟車出去是冇嘅，玩出去就有拍麻將啦。Maybe because 我細漢嘅數 ，because I think is we are too young。未使拍小隻麻將嗬。嚇 ，maybe we are too young。我細漢，我哋這邊錄官哦，見啊。哦 ，laughing gas 呢好像。因為yang可以 laughing gas，yang 未使拍麻將 ，because yang 會影響到伊嘅喎。哦，伊那嘛 sensitive 嘛。哦 ，that's why， 冇怪啦，可能小嗰時冇嘅咯，咪是人講伊這邊轉啦，但係冇喺啲水落去那時，哇，都係解咯，解咯，聽。
就索就係講咯。我愛問住英國點講 ，if 你嘅角色哦long啲哦，係你 pain 哦，是叫咩 pain？哎呀，你時間了參啦，看你有 bruise 無啦，特別你角色係位啊，有真正濟 nerve 筋嚇，有真正濟筋接落嗰邊，所以嗰邊啊是第一參嘅位啦，成個你拔刀了。講咗你係卡出嗰邊，就多好啲嘅嗰邊啊，真正聽，一個未好嘅啊，聽個真正久嘅，幾多年嗰啲聽嘅啊。我第驚你聽，我浪對我當今有一個聽咯，我當今學我手未壓嘅阿妹。哦，你是 Frozen Shoulder 一定要。安尼款嘢可以就聽啦。Frozen Shoulder 點即是你係鏡頭啦。冇一規支手一邊啊，一邊嘅了聽。哎呦，我係規身軀本聽啊！我係normal病嘅，即是叫手拗女啊，手拗女。哇！我未曉話阿龍。我唔曉，我唔知你講咩嘢。elbow 啊，手拗女，手拗女啊！手拗女。超學女咩？超學女我想。這是 Anyway， 我normal病，我年定了啊！我翹起來，我要對去馬來西亞，我翹起來，我係 back 係啲那邊啲車係後邊啦。即係聽了，聽到個攤哪聽，是按照講啊 tennis elbow。lateral epicondylitis。誒，成日安尼款嘅嗬，是愛去喺你鐵大嘅嘢係你做咩？即係阿毛陸官未曉甲人醫嘅咯，就安尼款嘅。阿毛陸官誒，假料係咪是唔好嘅啦？我知啦，為什麼我本是做啊？伊人拍針係 steroid 那邊我是唔買嘅。哦。阿毛陸官，我辦一年啦，我錄年咯，所以搞個攤啦，攤啦是差不多未好了哦，差不多未好了，但有真正久啊，伊真正聽，多啲馬來西亞是真正聽。我嗰時是做 chiropractor 嘅，係小姐我冇插呀。我肯聽咧，我都是吹 chiropractor adjust 一刀啦 ，and then if 你吹到毒針去毒針吧，毒針的真久啦。你是講毒針是針骨嚇，是叫針骨？針灸啊，叫斑針，啊。Actually， 這類問題我想 acupuncture 會有效喎。應該有啊，我打算。我覺得 acupuncture take time。我掉過卡巴丹啊，過嘛。就咋我係水，我叫卡巴丹啦。And then because 我一次去講會啦，我係看車去 Dallas 啦，5點半鐘呢只個。所以我 only weekend 唔落通去，我一禮拜去啦。If 你個大件嘅咧 ，every day every other day 肯去，伊會 help 嘅，嘢。Because acupuncture 嘅話嗬，伊是讀下你針嗬，伊開下你 valve 度揾係 neuron 哦，伊是會 pass 下你 information 伊去。你嘅身軀家己會醫家己嘅嘛，所以伊是 help 你係被 recover 咯。啊，佢意思係講開擺冰啊，佢嗱開擺啊。那是因為有話我未解釋 ，because 甲部 tunnel 是一個 anatomical 嘅 problem 來，你會筋是你會 median nerve 是接起嘅 tunnel， 伊個 tunnel 冚起來是帶掉伊個 nerve，and 看到伊個 median nerve 嘅 distribution 一邊聽，這類家裡。對。呀，所以我捌聽過，我係朋友去吹 acupuncturist 了做伊好事，特別我未解釋，我唔知人做。我去快久啊，人家 recover 斷筋咯，特別你喺你同人老公講我講怪筋折啊嚇，所以等人買折啊，有個人那款本我唔知。我未解釋這是冇幫人去 research 這類款嘅物件嘅。天啊！因為英國大 KL 唔是咩？But one thing about acupuncture， 伊人我每個人啦，伊按照解釋啦 ，from because 中國嘅 doctor 伊人 train 啊。伊人講是你會氣嘅嘛，你會氣 the flow of your 氣嘅，all 隔了你會平時你會氣掉砸掉。所以伊用伊個針開起來咧，和你個氣會流咯。我就是每個中國嘅 doctor，because 伊中國嘅 doctor 伊人 train 啊，當嘅嘛，伊人是干呀 Chinese medicine 了 Western medicine and 一個是 combination 嘅啦。了我三個了我本白，了我每伊人無 like individually 啦，迄個
有占卜嘅甲我講咧，就是像甲你講咯，伊講 acupuncture 是 promote 你嘅身軀，互你家己 internal healing。了 Western 嘅是人食藥啊，了人 treat the symptoms， 了人嘅 body 慢慢 heal。所以伊講有類物件 acupuncture 做會到，有類物件 acupuncture 做袂到。所以伊講 the reason 伊經迄個占卜嘅 is because 伊捌拄過人，干日做 Western 嘅有類物件醫袂到，了干日唐人嘅本有類醫袂到。所以伊感覺有類物件啦，你去 acupuncture 做會到。所以伊講 acupuncture 就是伊 open up 你嘅氣咯。和你嘅 hormone， 你嘅身軀嘅 neurons 咁了啊，家己 heal 伊家己咯。特別你特別 take care of yourself。若是講你手痛，你去 acupuncture 咧，你個硬嘅拍波啦咧，你特別好咯。伊講阿嬷是安怎嘛？你食藥啊，你止痛，你一頭過再去拍波啦都對。That was the reason why 人食止痛嘛。了伊講 acupuncture， 若是講你做 acupuncture 咧，你無 rest。你無互你身軀慢慢家己 heal， 你本是袂好。特別是好嘅咧，Canadian 有即係recognized holistic medicine 嘅。holistic 是講個料嘅 method 本參起來用，是唔是？係啦，所以 acupuncture 啦，係咪啦？chiropractor college。osteopathy chiropractic acupuncture。特別有嘅 healthcare cover certain things 嚇，了 doctor 會啥，我人會 universal healthcare 有類物件會 cover， 有類物件袂 cover。你rasa 像你家己捌經驗過第一聽物件啥物？細件 including 細件咯，係講嘅。面是只細件否啊？伊是細件 related， 特別伊面是只細件。嚇，伊是應該我多了下咧。大家幫嘅名稱小姑啊，我會骨帶掉我見着，我會 spy 我係你理解，咁如果 epidural 係咪貴門冇用？Yeah， 喲，嚇 ，that is the worst pain。伊面是 really 只聽就我比較 explain it。伊是酸穩嘅嚇，是唔是酸聽？伊面是酸穩，伊是啥個？都帶掉你見着吧，有 something like that。我冇袂曉啊，應該都會曉解釋佢諗聽。我袂曉 describe 講伊 feelings 係怎。有人講學打波呢，第車力會聽是你會有氣聲把度，了伊把肚被下，你被幫你把肚出嘅事。你講啊，你當然我只咕咕叫叫起，好像講我聽。Because 你會感覺伊跌打落。你 feel 到。伊行一寸了，你會感覺跌打落。我有 test 過，我有 test 過，我甲你講，我有 test 過。你咪捌經驗咯，我會去，你咪捌經驗咯。我甲你講，有知嘅吧？伊到 kidney 那時喎，你感覺到啦，一聽噶，哇，你時啊，我到地卡咧，到下官就有官量就，因為要真正聽誒，然後去照那時喎，嗬，伊是講到佢哋。人佢哋 kidney 咧，唔是有拿掉佢哋 ureter 嚇。照多，唔是照多是去佢哋本地根莖嘅位嘛？但 kidney 去加你嘅 bladder 嘅，the ureters，the pipe。佢哋真正油呢，所以你照頭貴那時啦，嗬。哇！你聽啊！一般是唔是這類 tube 呢？伊是 tube 有 muscle 咧。哦。伊是smooth muscle 咧，所以 smooth muscle 咧聽像個uterus 咪是 smooth muscle 咯 ，uterus。哦，所以真正像個人生囝嘅 feeling 啦。所以我捌有這類查某嘅人有生囝了，個有着。有知嘅把度，伊講伊聽差不多像伊講，所以伊講是大部分若是要知查某生囝是安怎聽呢？何你生一個有知嘅把度，你個知。你特別嗬，會比佢哋弄大部嘅淋巴聽咩？
聽個謝個啊，聽，because 佢哋北方嗬成日聽噶，佢哋人都頭卡會管啊，แล้ว管咧嗬咧冇辦法咯，就咪去 hospital 咯，咧 hospital 照咧，我會講你 kidney 應該是有 stone 啦，แล้ว伊嘛嗬食止痛藥食咯，แล้ว針嘅聽嗬，隻針唔是spasm 嘅聽 ，spasm 嘅聽 ，because 是 muscle 嚟咩？嗰隻咧是差不多像是打嚇，你那是生就你打嘅巴肚本按照，即係是比較嘛是有生過，冇打嘅巴肚個冇安尼聽過，高sun個冇啊，個冇安尼，嗰時係拜卡爹呢，啲拜卡爹你係 gallbladder 你係bile duct 卡爹呢，是特別你係肉脂呢，你係拜。จะเติม กับก็จะเป็นแล้วจะเป็นก็เวลันด้วยลันก็ก็จะเลยไปมา講你是聽噶，你你我未曉按照講啊，聽個老白油，聽個卡女because why 就是why bio duct 啊掉卡嘛，掉卡แล้ว是我啲阿嬷包講我只聽，阿嬷包講我講冇啦，如果係講話冇，我未困咯，แล้ว我半暝是我去財經是我蝕去。Oh my god！ แล้วว่าที่ใจแกว่าพลุงอะไร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เอ็มมาเช่แล้วตัวของว่าสิคิดแล้วหาจิตเอาจิต hospital ตัวสิว่า bio เกี่ยวกับ bile duct ฮะ because bile duct คุณสิ muscle 嚟嘛อีสิpipe สิ muscle แล้วอีบาตุน่ะสิแค่เดียวนี้รู้ไอ้ bile duct ดีแต่ไปแต่ because normally 是只อีbile แต่จุ้ยเนี่ยฮะแต่จุ้ยมีแค่เนี่ย so ตัวกับไปสิโบบาตุโบ solid 啦邊呢โบเต็ง嘅มีแค่啦邊呢 so อีดีแต่จะเลยเต็ง嘅มีแค่一刀一แต่รู้一刀รู้聽一刀รู้แต่一刀รู้聽所以即係一人啊莫話呢一人叫即係款嘅聽是 colicky pain 是因為伊來了走來了走所以伊係講咧，John 唔是有之類咩？其實我開刀係我是開刀睇走嘅單呢，是唔是因為我有打嘅腳？我唔是要成打成刷，是因為你玻璃，你成玻璃了，因驚嘅玻璃變做 cancerous， 對。你是玻璃啊？你去刮你玻璃咋？了無意思甲我講刮佢哋去，佢哋打踢去咯，所以因為是伊人看到 ，because 我有我一年做 ultrasound 攞到嘅，所以人看到一個玻璃咧有。幾拿刀嘅直直看，伊直直生大。然後伊講有可能是無行嘅啦，特別伊講尤其是 Asian 嘅chances 就變做玻璃，即係打嘅玻璃變做 cancer 嘅機會較高嘅。所以伊是甲我講，我治療師是安尼款咯。Oh really 啊？叫cancer of the gallbladder 嚇。cholangiocarcinoma。伊甲我講我老公就是講，我老公是禪人咧。伊甲我講，伊告訴機會較懸，你愛，若是講你會使買插伊，等有蝦米物件看伊生較大咧，是了個來做，還是你愛噏刮起？แล้วรู้มันหันรู้ก็ปัด到อีบอลเลยกูใจดีๆตัวดีๆไปเปลี่ยน做 cancer 去咯 so 我咪是講哎呀個刮去耍啦好個在我刮嘅時候我是19 2019嘅時刮年尾差唔多年尾開始都好 before pandemic 咯嗱是講嗬我是 after pandemic 人都冇好我開啊 because 這是冇我冇就 elective 嘅 surgery 去啊。哦。So that's why 我講有啊喲，你咪是無講咧，你別冇嘢消化。我老公講冇嘢，冇喎。我本時就我甲你講，我頭唔知時，我是想講，我甲 before surgery 我就拿supper and Jesus 啊，我甲我阿講，我甲我阿講，我媽就唔知乜仔，我點解 that weekend 我未去做 surgery 啊 ，so 我特別去食咧 Korean barbecue 先。我食 Korean barbecue， 哈，然後就我食 Korean barbecue 誒，迄個300啊，然後300我真就是嗰隻，然後我驚講我未食油啊，我變做我無肯食 Korean barbecue，所以我拉沙巴我是去 Korean barbecue 食咧肉咯。
然後 after 開多過，特別我老公講冇，講 OK，講你會食。特別是講頭呢，我本是會用老細咯，你一隻了嗬。我冇喎，我冇喎。是啊，你老細啊，好是安怎啊？你就一時一頭來嘅，很只很老。很食了嗬，食過後了嗬，一直愛出來了，不多加啊，不多加了，你有白坎坷寫咗嘅，白嘅是冇油啊，你看啊，油起來。我是講冇啊，我當特別我講你講，maybe 係你唔是，我係事實講，你就我當今日是我是只一對呢嘛，做工嘅時我只一對呢，我有一 habit 就是講，但是我只一對嘅時候。我不是我放假都係食，我就食八個我限時不多加嘅。然後有當時嘅老細，伊成個是成個老細注意嚟看放出來啦。是咯，就所以你就是啦，我本身想啦。啊，你時間冇打有關係哦？冇啦，冇關係啦。我食因為我特別去放曬啦喂。係你食咩事？係你食上油咧嗬，一時限時都食了嗬，around maybe 15 minutes 嗬，哇，你就愛流出來了嚇。你伊唔是講放曬啊，一下來姐姐，伊無一直是油嘅物件，你看咁薄安尼款嘢出來，安尼款咧就無啊。咱嘅身軀嘛未肥咯 ，because 咱嘅腸道就被 absorb，伊就放出來啊，是唔是？對啦，我咪掉心臟病去咗咯。Because 我伊甲我講，伊個 has stand to 做我嘅 bio duct 迄邊啦。伊甲我講，because 我一做 ultrasound 做 X-ray， 伊講，我迄個講真正伊講真正 narrow， 所以了我當今我無咪敢食上油 ，because 我感覺那是他直接就是貪食咯，食小白。食3日嘅小白啊，一下就被消化了，所以我冇敢食上肥嘅物件。冇咩，伊冇咩，冇咩消化。你係想掉黑本嗬？掉積嘅呢感覺。啊，你巴肚成掉積啊，嚟你再講啊，成物件無湯嗰隻，嚟成一個 like a dead weight 掉你巴肚裏邊。是啊，我頂到時食到隻油嘅物件嘛，就巴肚啊，物件我食，我是當今有啦，是講我 feel 到我。當今食我拉薩我會淡薄頂到我較夠食 ，maybe 是我無想到講我關係甲我無即關無打嘅問題啦。我會叫我食，係我平時我食greasy 物件我冇 OK 嘅。然後你係最近我冇使食上油嘅物件，我會掉下本。所以我當然較暗，就較我要困陣時買食呢油呢。你有個。咱你講起聽，你是做老嘅事啦，你唔是係啦，唔是無打嘅事。我貴別點啦，我未使食 fried 嘅物件，未使食 fries 啦，未使食油嘅物件油嘅物件未使食了。特別你唔是講你無打了，你未燒油，唔是你打是你嘅肝。做誒，刮出來啊嘛！因為 gallbladder 是燒打，是 direct 嘅咯，是 direct 燒啦，伊出較快嘅啦。特別你食飯，你若是無打呢，你嘅肝嘛是本身會做嚇，本身會做，無咁呢快啦。講 maybe 會做 gallbladder，以前你特別伊人講，伊你嘅先數當然無 gallbladder 未燒掉，你嘅 bile 咧，伊是變做伊做你打出較濟力嘅哦。伊成個你較生嚟打，你打就冇了嘛。啊，不是，你生嚟肝 ，sorry， 生嚟肝，你啲肝是 produce 嚟，還是伊？我老公講冇影響嘅喎。你係 body adapt 嘅啦，你係 body adapt 嘅，所以你若是無 gallbladder 了嘅時，你係肝較produce 嚇，你食嘅時 ，because 你咬嘅時啊，你鼻著物件食啊，伊就出啊，你愛食嘅物件，你係stomach 啊，係 secrete hormones 被上卡消化，你會肝講，你全部都出了咯，你較好出打了嚇。Because 肝會受 repair 咩？就係 reservoir 啦。Correct. That's why you don't need it.
OK，all right。你 direct sale 咯，當劍，你免去 go through 你 retail 啦，就 direct sale 到底你關免㗎，免貴咧，冇 middleman 了咯，冇 middleman 啊。特別咧，無打嘅人啊，伊即係上濟油嘅物件，往時會緊起來流曬咋 ，because 對啦，就是啦，伊肝白在掉做到一大隻，佢 digest 咯，佢消咯，污糟，你是講，白污糟，所以如果是食上這杯呢，你會流曬是 steatoria means 你會油加了滴滴出，你會卡嘴啊。哦，對，即成個 vivo 講，特別呢，嗬，即係情形呢是。成啊！即係英國點講？伊對身體個嘅 adapt 嘅，古來咧嗬咧，伊就慢慢冇咧。Correct。但係我是無講很，我無風險食油物件，所以我唔捌有，我老公講一人，伊講有個人平時 after surgery 過啊嗬，伊度肝都會 produce 只隻。係嚟接本咧關即打接，特別有個人咧，你特別一站咧，伊個打個會 who produce 較濟 ，maybe 我係打正夠 produce 較濟接咧本，嚇，我你知冇？嘥嘅食是 chocolate 嘅，較濟人是嘥嘅食是 chocolate 嘅，你時候啲 chocolate 食是係咪嚟？你打接 ，correct，所以人無打接嘅嘥啊，全部白白啊，呢度冇好，喂，嘥是 chocolate color 咯。哦，我同你講，我掉 John D 實時啊，我掉 John D 實時啊，我係嘥就是白咯。steatoria。 That is when 我再講 something is wrong. Because 你打你冇接冇出來掉啦，接冇出來啲嘥接入去嘅去。哦。And then 看到伊 John D 伊個了，伊打變住伊 bloodstream 嘅位，所以 Because 伊掉塔咯，就是伊係你塔咯。嚇，嗰隻係咪見過appendix？那叫咩？盲燈。嚇，盲燈啊！嚇，盲燈。係啊，係你是阿龍不掉過啊？我掉過，我嗰時我架寒衣白白大咁少咯，我掉第天，我幾時人第天一道咯。哦，inflame。你講話，你安怎聽？我唔知做數咗，我是困到半暝三更，困咧我感覺就不多聽，後來我就遲疑講自己，冇，迄一當唔是盲燈我未暖以前，我就感覺到冇咩好事啊就，冇咩好事了，後來我有一當我就去我媽媽啲咖啡店做工，後來。放古仔嗰邊，所以我當佢隨意，我佢講不得冇咩好事。係咯，一店裏邊啲人咧都較有經驗嘅，一度咪話講我你卡，伊講伊卡一到正邊卡會壓起來哦，你卡會壓起來，會壓起來就是冇聽嘅。係咯，我壓起來咧，當時冇數嘅咗，計腦筋嘅咗，計腦筋，我就是佢一名啲廚藝啊，一點嘛，我聽㗎我。有在做事我規身汗咗，後來我就徛起來咧，我就隻行可白啊，徛起來咧，我徛起來時，我腳未徛起來，我一直徛起來就哇！老實講啊，你正腳未徛起來是真正換了，你知無？哦，你放可以真正換了，爆炸了，被爆炸了。就是我腳未徛起來，就是愛爆炸了。Because the inflammation has touched the peritoneum 了。你安怎會知講只是盲燈嘅聽？伊是唔是疾病呢？真正看過 diagnose 你聽，你聽個就係你講，冇這裡你講會講互你聽，我100%會好講，就這裡盲燈，冇100%會你講會講互你聽，安怎款嘅聽？但有伊人若是真正老實講個你啊，伊人會講 I have missed a few in my life, in my career. I tell you， 真正坎坷嘅。The classic 嘅是規波多聽頭聲，然後慢慢愈忝伊落去，你會驚出病。係你是 classic 嘅，特別你規哪兜會聽到安尼。白行條咩睇到 classic 哈，伊會 confuse 你嘅有下面關嘅 presentation 本有嘅，然後有嘅兜你嘅盲燈那是吹起你嘅多出病啊，你嘅多出病嘅聽本嘅啊，哈，真正 confusing 嘅。
so ลูกคุณน่าสิเจเลย nightmare 啦 really แล้วบางตึงลูกขี้เก่าลูกคุณช่วยสิอันจ้อยใจ講ลูกบางตึงบ่บางตึงอีกแล้วแต่เองแล้วล่ะอีหลัง夾 portable ultrasound น่ะจ้ะ就知道เนี่ยอีหลัง對ใจแล้วอีสิ整下佢嘅 inflammation อีหลัง佢แล้วอีน่ะสิบ่นี่อีหลังยำหอย本身看到แล้วแต่พี่ยำหอยลูกจะไป單幾點鐘攞點鐘我嗰時報名2點幾9咗啲ลูกคุณช่วยสิ係แล้วยัง actually ยัง冇 confirm 特別ยัง看位情形咧ยัง猜到應該是bằng嘅一唔加 confirm 嘅話如果特別咩就見 doctor จัก幾粒計債亦其實報名2點幾了特別ยัง看位情形咧ยัง講ยัง feel 到啦90%都是bằng等了誒所以就緊緊安排好話昆明城咯係แล้ว依時調查嘅就係講你出嚟人咧我講冇我自己嚟你人出嚟我話出嚟就係嘅ลูก這裡วิว่า拍袂到啦วิว่า自己心臟病先冇話心臟病佢ลูกคุณแล้ว我感覺วิ話ลูก係好奇啊ลูก冇啲幫落 stick 啊那是ลูก啲幫落 yeah actually 啊全咗紅臉啊 yeah 我貴有一個人啊，你使叫 just in case 啊 ，because 我聽到你家己一人去 hospital 啦，叫你心臟病是我心裡撲，特別係你點解仲唔知嘛？醫生講是係咪誒？哎呦，誒，你心臟病係聽咧？嚇！心臟病聽是第一慘嘅，因為你嘅心冇夠好嘅時。你會身軀出 adrenaline， 你再冇 adrenaline 是接你嘅腦啊，做你想講你被死你再冇。以後你我捌拄着安尼一批人，伊人我知伊人是着心臟病，蝦米事？伊人講 Am I going to die? Am I going to die? 伊人天天想着安尼看到你就被想到。He has adrenaline in his blood. He has and why has he got adrenaline in his blood? 伊只是成個咧身軀 signal 講你會死啦，要緊，這是要緊嘅哈，這是大代誌了。嘿，了，英國中安怎我一到時我食着。我袂使食尖嘅嘛，我食到尖咧，我接。anaphylaxis 啊？我 allergic reaction， 你一個adrenaline， 一個拍3針咯，就。Yeah, you remember what that felt like？ 特別我規身軀跳，我住你病床啊，你鐵嘅病床啊，規身軀我跳咯，就。特別我冇想到我被死喎，特別伊個講袂使個再拍啦，伊講depends，你嘅 anaphylaxis 那是。Quite advanced. 你係 adrenaline counteract the anaphylaxis. 你冇係咪？你冇係咪想到 ？No wonder. Before 我接落去講嘅時，我俾問你英國中頭晚你哋講係你心臟病嚟聽，是唔是 angina 嚟聽係？嗱啦 ，all the same 啦。OK. Heart attack, angina 佢哋想嘛？OK. That's a type of visceral pain because it comes from an organ. 就你內邊嘅 organ， 特別 angina 面是只人踢掉你會興，上家人踢掉跌你會興，跌你會興。我甲你講，伊聽吼，就是你規個心肝頭，你規個 chest 這邊啦吼，伊上加伊唔知多，伊無一個點嘅，你就人聽啊，你有一個點嘅嘛？你袂用 jari 機嘅，你唔知講啥路嘅，แล้ว伊規個就是聽了吼，แล้ว你就殺流汗了，伊聽是會做你流汗嘅，流汗嚇，流汗。แล้ว你吼就未曉講，總之是。聽就對了啦，แล้วก็不要緊咯，我是 from 八隻骨阿妹 start 聽嘅。阿妹聽過嚟頭前，從阿妹咧到頭前嘅，所以我同你講哦，先出你聽過後啦，當見我真正 sensitive 嘅，我驚咗就有，所以我成日你八隻骨啊，有淡薄聽呢，嗬，你就會唔知咧，就你聽就嚇，所以我有梅毒，但我諗起啦，我講掉。你講得成 sorry， 你講得成。แล้วว่าปู่มีด็อกเตอร์โลวิบอกว่าลูไปใจบ่ลูไปอันจ้าทันลูไอ้ confidence back พอลูเบรกไอ้เนี่ยเกียร์ลูเอาตอนยิงคลิปพาอุ่นตรง
哦呀，你去拍運動 honestly because 唔是干那拍運動呀，是你拍運動是你會腦出 endorphins，依 endorphins 做你較有 confidence，較有歡喜，較有較別嘅驚。琴晚咱無，I think 咱無落掉位是講吼心臟病，但咱講伊是出 adrenaline 嘅時，咱無講掉吼，唔知咱有講掉，唔知有落掉還是乜？大媽，有咱有講掉，特別唔知，我真係特別我唔知有落掉還是乜。有落上 check 咧 ，because it already hang 啦，陣時啊。啲係未 hang 咗嚇，audio 嘅不，有種咱唔記得 YouTube 咱講起，咱但係咱講嘅是伊嘅但係咱講嘅伊嘅心臟病痛嘛，所以我講心臟病痛咧，蝦米數有無像，就是講伊心臟病痛是，那是伊是心臟病嚟講，伊嘅身軀會把 adrenaline 就去裏血裏面，你 adrenaline 去腦咧，你就是相對講不需要，你記得 adrenaline。做好你會血個了接起內邊你身軀，所以你會配個了白起。一變咗成個是 alert 即 warning 嘅可能。แล้ว一做你會心跳跳較快。哦，一般是做好你流汗，所以你流汗流滴水嘅流汗，你知冇？所以你看到一個 uncle 啦，配白白。流汗嘅半時，你叫999較快，哦911都能。啊！所以成個掉，所以你看，即種係一種嘅 warning，本來你就是看一邊 back 嘅了 complain 聽了講未死啊，我未死啊，會到伊人安尼款，叫掉，伊會興啊，伊成個人跌掉伊興，我啲跌伊興。哦，喂，話你驚，你掉是你 adrenaline 接你是你有驚咧，那個火車厲害。我驚，我成個 Fast and Furious 咯，我冇講。特別 because 我出來有安尼款嘅history 了嘅嘛，所以我頭一項物件呢，我感覺到講我無斷片了。because 我殺流汗啊，咧一聽是真正聽咧 ，actually 是聽。你揸隻名唔是？你講揸隻名？是講暗名是半名係聽嘅嘛？你一聽嗰時是啲夾隻聲嘅，所以慢慢夾隻了到個早起嗰時呢，就是心掛頭了咯。哦。所以心掛頭聽時我我殺流汗時呢，我腦裏邊呢就想到我媽。嚇！我媽就是安尼款本嘅，本是心臟病。特別人細嗰時我人唔知講佢哋就是心臟病 symptom 了 that's why 呢本無講去看陸軍啊，無蝦米安尼款，所以呢就是 because 安尼款呢。伊嘛貴先咯，所以嗰陣時我就驚啦，都知哦，驚啦，就所以就慢慢換車去一個 hospital。所以你腦是想到嗰是心臟病啦，特別你感覺到想講我想急冇，未死嘅急，想點樣講呢？急講emergency 呢 ？urgency 呢？你兩真正驚啊！你若是真正正力呢？伊 adrenaline 就好你。成講你真正驚，你了 you have a sense of impending doom。哦，成個你要死啊！你看，你成個正物件被。特別即個我平時也是 because 我都有安尼款嘅即個嘛關係了嘛。你平時不是嚟驚？我就唔驚 because 我有佢哋 anxiety 嘅本。所以我當點啦 ，even though 啦，成日講我不嬲啊，成日講平時啦，我成日講我 plan 一項物件啦，然後我冇做啦，然後我頭腦啲漸時想嘅時候，我本嚟緊張啦，未困了啊，然後失眠啊，然後驚啊，你款嘅。我想你嘅身軀較關係，你嘅身軀較關係個 adrenaline 了 ，because 你是 chronic anxiety 嘅 suffer。So 我會應該中，so panic
panic attack, anxiety, correct. imun si adrenaline. Yeah, correct. Your body is flooded with adrenaline. So that's why anh này咯，然後佢哋哎呀，我anh này款嘅痛嗬，成個 organ 嘅痛啦，嗬，我 already 經過啊。大咯 correct แล้วตรงนี้ฮัด ลูกไอ้จินด้วยลูกไอ้จินแล้วลูกไอ้จินแล้วแต่特別嗬特別呢有陣時本時會驚本嚟啦像我頭先講係有陣時啊困一學要死八隻骨痛哦你咧你就驚咧你知哦你就驚咧講哎呀是唔是嗰隻心臟病啦แล้ว我有甲 doctor 講啊because it check 我嘅血係咪事喎嗬，然後伊講你嘅血就水啊，應該是無安全嘅啦，伊講你家己亂想，安尼款啦，so 是叫你做運動啦，講做運動咧對較放心。doctor 嘛是叫講係做運動啦。誒，呀，真係有效嘅，呀，是人全部試刷講嘅，這是呀嘅。แล้วน้องก็บางเทียนแล้วก็จะบอก嚟鬼經嘅事嘅聽實在。鬼經嘅聽。哎呀，係你是 nothing 啦。誒，你講 nothing 啊，我有隻波係太冷死嘅啊，一聽係你是 androgenesis 啦。你掉過只 androgenesis 啦 ，EMS 嘅聽是無半行。啊，你那是有 endometriosis，你那是有 fibroids 啊 ，especially 你嘅 fibroids 是內邊你嘅胃嘅坑啊，誒，真真聽嘅喎。是哦，上個nothing 咁老細未幫晒出。Yeah, because上個我係 explain 下種啲，上個你講，你係老細嗬，你不多聽老細嗬。特別你未放晒出，啲極特別極未出，極未出。你意思上個被放晒嘅 feeling 呢？還是上白刀加嘅 feeling？白刀加，伊上白刀加，特別伊是無風，伊是同人亂落嚟，頭尾是邊邊啊喎，哇聽咯，安尼你規一個只後尾水，安尼你卡底甲你太位流清寒咯，上個你。我多聽下咯，你只錯物件特別未放出來啊。Throughout the day。我會見你夾只真酸 ，like 你腰子嗰邊啊 ，like 你 the back of 嗰邊啊，你 ivory， 你ovary， 你一只酸 ，like 你 you are restless， 你坐袂掉。like 你坐半邊，你倒半邊，你行半邊 ，like 你規你壓咗啊。Actually 嗬，成件事點成本成塊 feeling 嘅，特別是 time stuck 到。哦，啊，然後成日講八刀痛呢，八刀痛有陣時啊，你感覺到你八刀你講轉嘅，安尼講嘅時係咪？是安是？是你嘅八刀啲嗲掉呢？你嘅八刀是 muscle 嚟嘛？一啲嗲掉。It is spasm. Kalau lu gut, kalau botol lah, side lah, kalau si muscle lah. So lu contract. 看呢個力基本是一啲定掉 ，womb 本是上 ，womb 是第大嘅 smooth muscle 了。然後 womb 被定 fibroid 那是定你骨經定時，咪是你想個被極曬出特別未出，特別真正聽咯，曉哥，平時人講佢哋，曉哥咪起來咧，曉哥。每個我都講了，你學曉哥講。不，成日講你八多天啊，是喎，嗬，伊安尼講。一轉啊死啦嗬！你會感覺就講一成日轉啊，可能你聽者咧，等陣個無聽，等陣個再來聽者，然後就一直 start 你把刀成日整起來咧，哇！有隻這行咧，哇！到底是 because of 咩呢嚇 ？That's exactly the you are have 你啲解釋，你看那是 classic 嘅 symptom 嚟，你講好你講聽伊會認到。at once 因為是好嘅錄管，你聽到呢款嘅歌詞，就知係咪事了。係你是 classic 嘅 symptom 嚟。係咪事嘅？係咪啦 ？Smooth muscle spasm。哦。有汗咧？係咯，嗱，按照嚟講有汗。你是你成日當面白布嘅咧，一作咧變到一彎去，變到不亂去。
英國中講咪 colicky 嘅 pain 咯，係 colic pain 咯 ，colicky pain 啊來了，前面那來，轉，當時講學嘅話，轉，前面那來，前面那笑起，嚇，成個咧一放曬是咪成日看咧嗬？一早係是好聽，是講伊是大聽，還是細聽呢？啊，大聽細聽。了一直轉呢，就是佢在大聽，了一細聽，佢轉者，佢在。你話你那是有安尼款嚟聽，你話你那是安尼款嚟聽，你知係咪會做會好未？你那是有，你嘅厝那是有bathtub呢嚇，你係熱水真熱，成個日本那嘅onsen呢嚇，onsen呢，你接起，你做去你成個熱啊，伊嘅 muscle relax 嚇。我未慣啦，嚟勁時。เรา嚟勁是我係你抓地 hit pad 嚟勁是別怪啦。叫啦係 hit pad。阿冇人本身一搞，伊人用 hot water bottle， 伊人係 hot water bottle 啦，攬掉啲嘢，攞定嚇。成日講人講八多成項本嚟先，你款做啦是。哦，做可以 spasm 冇。八多成項是因為你八多啲係做嘅事，所以你可以做咧是伊 muscle relax 特別嚟聽。嚇，你是這裡是好，這裡是未好嘅啦。這裡是好無蝦米要緊嘅問題啦。你若是真正有風險嘅問題，你做呢款事就無效啦。我諗埋就係講去 hospital 咯。啊，我是你講是想咧，我想講就不多聽。我是我是講不多聽，有當時食到酸嘅物件先。哎呀，我打大隻本事，你看你啦，你聽到啲小姐貴枝啦，我自己我關事了。你到啲把刀會剪掉，是 relax 你洗出來嘅了，佢把刀摸嘅了，佢你洗嘅了。我有當時有當時，我落西咪是我細漢嗰時。不多成項啊，是點一聽㗎。雕項啊，嗱，馬來西亞阿姨叫你用 UV oil， 你冇啦，我是有 irritable bowel， 你話關事，你看你啊，我貴前，隔了我前只，隔了關事，伊人那是講話嘅話半段啊，แล้ว我無條啲啊。走去震驚嘅，你看伊人就知啦，走就話咪，會震會晒，伊人那是冇好我去震驚啊，伊人準備吸收，解掉了，就解啊！香歌嚟香歌。我會講migraine 你就 why migraine 貴難治療就 because 我定見你知啊定見往嚟去先menopause 咗嘛，所以 hormone季節點無一病你就所點 migraine， 咁 migraine 我聽個一直病，聽個你把酒後尾本聽所以你會人個你牙頭姜個你 scoop 你把酒出來，係一種就哇！你呢位拗嘅，我可能諗 migraine 拗，有本時有斜咩？哦，所以你看到嘢，你會睇到 tunnel vision，你會睇到 mirage， 你會睇到蝦米款嘅白超嘅 symptoms 本嘅。你有 food trigger 冇？你有 food 嘅 trigger 冇？冇。你話小蝦米食嘅物件會做好你冇啦，是講會食個酸嘅物件咯，上會。Because I hour, that's why. 特別你是蝦米物件 trigger 你 migraine？ 蝦米物件？你唔知啦，你是講你是 light、開、chocolate、我是 light， 我是 light， 可能是攰，有陣時我無夠困咯，可能是。你是係咪？我成日講英國中咧，其實解釋講是到底安怎一個人會得 migraine 哦？冇幫人明白哦，冇幫人知哦，是 neurological 嘅 brain 嘅意思呢，人知。特別係查某叫做 migraine 啊，你袂使食 hormone 咋，你袂使食contraceptive， 你袂使食 HRT。control pill。真正風險你會得。你袂使食蝦米？袂使食實個講 control pill，birth control pill。birth control pill， 袂使。combine oral contraceptive 啦，有 estrogen 嘅，你袂使食 estrogen， 你會叫做 stroke。I see。英國中啊，成個人頭痛啦，嗬，普通頭痛袂使，成日講人有得心臟病人啊，會使食病人多係咪？
第簡單嘅你有 dehydration 都冇啉就搞隻水，哈你是第，然後第二嘅第簡單是 tension headache 嚟，你上 tense， 你做工啊是係咪？你嘅這邊嘅肩上硬，你這邊嘅肩啊，你再是得落參到你嘅骨冇，啲這邊起來搞個這邊嘅你嘅肩。得咯，我看你。Basically, half of your back skull, right all the way down to your shoulder. Your neck muscles insert onto your cranium over the top. Okay, so you see you tension 啲你阿莫管嘅事，一掉你嘅 scalp 就變錯你頭殼痛。Green 啊，我係咪 green 咗直頭冇嘅了。Shoulder 嗬，是唔是一件？嚇，按咗。Shoulder 嘛是上咯，你 upper trapezius muscles are part of your part 是參加你嘅 neck 嘅 muscles 嘛，啲後邊。因為我特登，如果啲 tension headache 嗬，我去 chiropractor 一搞拗喺頭嗬，哇靈要嘢啊！要 chiropractor is important for migraine。我覺得係啊，我 travel 啊，我日叫特別嘅 migraine medication 嚟咗。because 我because 一隻 start 你是就隻痛咧。所以我到 travel 會了，那是講只聽是特別怕聽美國 ，because 一節佢較快嘛。你有用 triptans 冇 sumatriptan、rizatriptan、naratriptan。我冇 try 過，呀，我第好對我第有效嘅就是 Imitrix。啊，切 L oran 呀，你食。啊，有。哎呦，我第件就嚟要啊，要 licorice 嘅吞唔落，我根本 migraine。我你話唔得，你冇食過 licorice 咩？真正我講聽真濟長人吼，無是個隻 licorice 味喎。哎呦，我真係係咪數 licorice 啲有那邊巴骨的？啊，對啊，我隻 licorice 咁樣佢好食啲啊。Polygonum odoratum。佢哋藥嘅嗬是 imitation 嘅 licorice 冇安尼好食。嚇，maybe 啊。誒，這是 CE flavoring 嚟嗬 ，licorice flavor 嚇。哦。medication flavoring 唔知種咩水，經 licorice of all flavors。啊啦 ，licorice 味是甘草啦。甘草，對，甘草。嚟，我咁冇 migraine 我同講。誒，特別都加隻甘草，甘草都加隻。哦，我諗嗰陣時對隻甘草嘛。冇啦，就是波咁啲，嗰啲冇加 licorice 味，甘草都加隻呢。係咪是甘草我都未記。甘草是 licorice。好，一下是苗草啦，拉冷啊，一下拉冷嘅，你去見，你去嚟肉鹽餅。甘草是堅嘅嘛，堅嘅。Maybe 成個別使講有可能是伊 imitation 嘅味嚇，無相嚇，應該無相。你食個 licorice candy 嘅味啊？嚇，好了，好食哦。我只係個 black licorice 個。對，都是 black licorice 嘅味咯。特別我紅只驚，一早啊。哎呦，我係食個有人是有人冇食㗎。美怪冇食隻巴骨的。唔使食鵝黑啫，我見啲唔使食鵝黑。都冇得當呢味。哦 ，hex 係味啊，哦 ，hex 啦，哦 ，hex 係 licorice 味，哦 ，hex 係 licorice。OK 嘛，我係咪本地嘅味就 OK 嘛。冇啦，有人冇食嘅，有人真係真係冇食嘅。你睇哦，你我食嘅 hex 近日 Malaysia 舊攤餅呢，我特到人對 Malaysia 我叫人當兩餅。哦，啊，即餅我俾冇嘅。特別。大確確有伊人嘅家己種嘅愛 licorice， 即邊啲英國是 blackjack 啊，你俾 blackjack 是愛 licorice 嘛？我諗是 black balls，意思係白古利啊，你可能意思 black balls，意思白古利啊。特別有嘅人冇，你別講嘅有嘅人是。你食嘅物件好食，別人講是無，成個我係嗲，伊袂食鹽水啊，食鹽水講成個沙本哈，誒，是 genetic 嘅話，讀到，是 genetic 嘅啊，伊無講咧，食雞背啊，伊人若是係鹽水啊，伊燒嘅了，伊走嘅，伊袂食。係咪味？我咁沙本嘅味係咪安怎？我唔知喎。鹽水是伊感覺沙本。沙本是換咗就係講沙本嘅味，就我去食沙本啊。Coriander，喂話，is coriander，鹽水，鹽水咯。啊，有沙本，就是我唔知講係沙本嘅味，讓人講伊是沙本嘅味，伊是蝦米味我袂知。無香啦。我朋友甲我講是無事甲食啦，伊講甲作味喎。
成個甲爪唔是迄個啊興戰咯，冇，佢哋是白煞有興戰嘅，白煞有興戰嘅 B， 甲爪是係咪 B 都知冇 ？Iron ferric oxide。有當時啊，我接去周卡，我接去人嘅周卡，我係 B 咗，那是有甲爪，我係 B 咗。哦，哇！都冇甲Iron哦，佢係隻甲爪。係安尼講，cyanide 咯，你是迄種人20% of the ones 會 B 咗 cyanide 啦。我想講大人嘅 B 咗 cyanide 係興戰嘅 B。20% 人講你開 autopsy 是20% 嘅人會 B 咗 cyanide，那是都是 cyanide poisoning。哦，only 20% of the population。我做緊啲你群老嘅事啊，你再冇人幫地咗嘅病人啊，那是叫diabetic ketoacidosis。伊個breath， 伊個 breath 有 acetone 嘅 B 啊。你群啊，baru 20% 嘅 nail polish B。nail polish B 嚇，切整格嘅刷嘅 B， baru 20% of people a video acetone 就係冇，所以 lukuna baru 20% of lukuna a video a acidosis 嘅。我都唔知。我好其實我係 video， 所以人接嚟有 ketoacidosis 差不多被過嘛了啊。我 video， 哎呦，安尼當嘅 acetone 嘅 B， 嗰時一衝開時一個 acetone 個了出來。其實是叫 super power 啊！我 I see 啊 ，I see video, I smell it。咁 OK， 然後我講 pain management 是特嘅，我講按照痛咧，按照人去控制這種痛。用你頭腦 mind control。That's the only way. 我是 mind control。mind control 啊，really 啦 ，mind control。我 mind control 加 physical control 啥頭痛咧，可能我會揪頭毛，你話 grind 嘅。哎呦，grind 嘅，假啦，你是講你是眼靈嘅呢？那最起你 just look 假咯，隻棒隻一時 release 啫，我叫我手機開咗這類啊，所以我是 mind control， 我是 mind control。啊，你講你按怎 manage 你用頭腦？我講話唔通每碗物件。你係 pain management 是你咪嚟插亂話？唔係亂插亂。我自己講，我 pray number one， 我 pray， 我自己講 ，this too shall pass，this too shall pass，this too shall pass， 我自己講。Actually， 你人嘅 brain 你有教嘅人啦，有教嘅人你是用你嘅教嚟成個解你去你 brain control 本是較無教嘅人，有可能較我感覺有教嘅人較迎接佢哋 mind 佢哋 state 嚇，你無教嘅人嚇，伊無一個成講一個學講安怎去。有咧成講，你講 let go， 還是要 relax 啊，還是要人你有教人，你成講我 surrender 還是係咪？我冇教人，有人較 concord 去啲 state of mind。我成日當人較教做呢款嘅物件，because 當人嘅方式啊，有唔知是唔知啦，人關係啦，你看你 concept confusionism 啊，是係咪？係啦，較應想呢款阿冇人白哦，阿冇人是想 rational 是唔是？嚟講寬好啦，你用 logic 嚟講啦，人就係講人 physiologically 嚟邊啦，人嘅身軀 if 人嘅身軀被打閒啦 ，our mind will shut off。So I just tell myself that number one, I ask God for help。嗱是講。半好講 God 冇 help 半好，特別我再講 God 會 help 啦。我再講嗱，我聽到被打嚟試啊 ，you will your body is shut off， so 你食佢嘛。So you just tell yourself that you just have to hang on because if you can take it. If you cannot take it, your body will shut off. Okay， 我俾問你啦，你人嘅經驗是人有相信天講嘅會較大漢聽。compare 噶，冇相信講嘅。我感覺我而家做人，你講
佢哋 mind over matter 啦，岑老師講嘅。Actually, when 你講 mind over matter 嘅時候，there's a few things 啊。Because if you relax 啊，你暢快 normally 用你皮講暢快啊，你嘅 body 會加，你身軀會加relax。所以是講你只只聽啦，是講你 muscle 聽，還是你骨聽 ，you will release that muscle 咋。The more 你 tense up 啊，你身軀更加硬啊，你會 experience of 你會pain 啊更加慣嘅啦。Correct. Important thing like that's why 佢哋男媽生成個咱愛食嘅，伊學暢快就是，安尼物件，你 control 你 body 嘅 muscle，你 body 嘅 reaction 啊。你看，佢了佢哋是掉，佢了佢哋是掉，特別佢硬講嘅做。對啦，但所以你腦就夾用佢對成骨啫。對腦就是叫你成骨 relax，you know， release the tension。That's why it's part of it。我是有啦，差不多上個講好有個人，我是感覺就講有相信天講嘅人咧，伊 already 會曉你是 true religion 啊。伊寫一條路，你接去 get into that state of mind 是無嘅人，有可能該更靠接掉。係你 zone 啊，你 meditation zone 對。所以我會記我講我播出去是無拍嘅，知唔知？我會記嗬，我會 visualization 啊，我會用，我會成日講，我會看伊個 dial 啊，我厝頂個 dial，because 伊個 clinic 個 dial 㗎啦，我會看 dial，然後我會成日講。我係 focus on 你刀嚟講呢，一邊去邊啊，แล้ว去邊嘅看，成個我自己直直 focus 咗，แล้ว變咗我未記一聽去到就，所以我係 rechannel 我係 focus away from 我係 pain，唔是講係冇聽去，特別係冇安尼聽，所以我係成大漢真正講，我係 threshold 係起較關嘅呢，我係 rechannel 成個 almost 成個我自己 self hypnotize 我自己嘅呢，是哦，啊你是真正好啦，你真正 zen 咯你。特別係 training，即係物件咧係 training。呀，即係我係變咗成個 mechanism。你成個你講啊，若是講你人有一個教嘅啊，你有一個 security level，你有一個 confidence level，you know someone will take care of you，someone will catch you。伊唔是講就 hopeless 冇啦。I suppose 你驚係你第參了啦，你若是驚，你若是冇驚，你較會打閒。人驚係咪 ？We are afraid of the unknown. So when you know that something will be there for you, you have a security blanket. You obvious, 你驚，你本是驚 but you know that they will you. Yeah, regardless, know what someone will not let you down. On the flip side, on the flip side，有個人啊，伊無教嘅人嚇，特別伊直接 at peace with 伊嘅 there's nothing，成個。需要就是無了，特別伊會教佢哋 set up mind 後，是講 ，OK， 當今我未需要就未需要，我無伊成個，佢哋是另外 on the other extreme 啦，無教人啊，係講你去到佢哋地步本好啊，伊本未 panic， 伊成個，OK。Instead of trusting something else, they trust in themselves. 嚇，伊是成個講，特別伊個唔是講成個我會啊，有你是講講。是就是啊，唔是就唔是啊咯。伊就接受啦，所以接受對。然後伊本會教佢哋識，特別一人我個唔知未必是人嘅頭腦上面，你真正坎坷放，愛放物件是真正坎坷 ，let go of things 是真正坎坷物件。有教無教，咱們 struggle 特別我覺得有教人較硬 let go of things，because 你有一個成個一個。你有一隻 higher power 後，你講我放 surrender for 你，我咪還你啦。แล้ว無教咧，有可能啲想到講，哇，我 under control，你成日講自己俾我俾自己 under control 嘢啊，係咪物件？แล้ว你搞無力嘅時候，就真正坎坷就 stuck 掉一半。interesting 啊，就 interesting。有見啊，係你創佢潛啊，用皮講創佢啊，伊有 different 嘅就 because 啊。伊人講啊 ，scientifically 講啊，你用喙衝氣，還是用鼻孔衝氣，還是無相嘅啫。你鼻孔衝氣嘅人咧時候，伊是較 relax，because it activate 你係咪？伊人講係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啊。That is when 你嘅腹肚會 digest， 你嘅 whole body is more relaxing。So 你在成個人講，哦，你 stress 你係愛看病 ，because 你 stress 你成。
in a tension 啊，你 tension 嘅 state 啊，然後你nervous system 你 immune system 會較差嘅啫。So important thing is 你是講較 more 就講 relax 嘅人啊，你 on the flip side is healthier in many ways。所以你要見你你想搞煩惱嘅人，你個疾病，你煩惱個疾病。Because it affect 到你 body system 嘅就你 autonomic body system。So for example 啦，下個 COVID 嘅時人講啊，人情馬殺，伊被衝開做咩數？特別 you know why 伊被衝開？伊被衝開面是講伊馬殺掉，伊是面是伊馬殺掉就伊被衝開 ，because 伊衝開用伊吹，了。kind of induces 像是 panic attack 嘅 loop 啊，伊嘅係你 tension 啊，伊嘅就講啊，起嚟講就係伊先起嚟講嘅咧。But when you focus on 你 panic 嘅時候 ，nervous 嘅時候，或 anxiety 嘅時候，你 focus 衝佢用你嘅皮腔衝佢，然後你 body 就 will like relax into 伊嘅 normal state，you know。That's the reason you know. That's why people 即係人。panic attack during COVID 情馬歲數 ，it'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ask. It's everything to do with 一人嘅 mental state。就 because 你衝佢用你隨時啲事啊，你走嘅事啊，你逼直嘅事啊，你後面你衝佢用你隨，所以你衝佢用你隨，你 associate with bad things 嘅。我係記往聽到做 yoga 嘅時啊，yoga 嘅時有冇時叫？要講就係你 victorious breath 就是成日你皮腔，你出嘅時本上皮腔呀，所以你窗開成日人講，你平時窗開嘢，你做 victorious breath 係叫 ujjayi breath，就是你數。你窗開平時都係呢 1 2 3 4 1 2 3 4就接住啦，特別你做 ujjayi breath 係隻凳嘅。你使去滴滴去1 2 3 4 5 6 7 8，了個接了個棒出來 ，control your breath 咁放出來。你 slow down 你 breathing 一下，你對身軀個會 relax。你結成個 anxiety 即係 panic attack 時，你 short 呢啲就咁啦，hyperventilate 去。特別我 panic attack 嘅時候，我是用拔刀嚟窗開。丹田啊，你是講你數接個簽啦，唔是到啲接個簽。because 你接個簽咧，可以慢啊嘛，แล้ว個有呢你拖出來那時呢，喙特別冚。可以慢慢出。比講嚟講下可以慢慢出咯，對，慢慢出，愛做幾難刀那款咯。人唱歌嘅人啊，那是你take singing lessons 啊，伊個教人唱歌嘅先生，特別講你聽，你唱開先啦，你唱開就不多嚇，免唱開去那邊就病，你唱開時你上個實嘢向落去你度，嚇，你個係有個大，加開去你輕你會被燒呢隻嚇。行嘅，都會接架起嚟，落架起一啲，如果落架起一啲，後你大 friend 接殺到其實你是跨崩跨，咁樣會較大行去。你就話我聽到是細漢嘅時唱歌嘅時候，我諗是你在較就是去唱歌嘅時，你有 pianist 就邊拍 piano 嘛，然後就是我同嗰邊寫住一隻 grand piano 啦，然後我諗是按到啲用我嘅筆刀殺到啲一 grand piano 位，然後係 grand piano 行。Yeah, that's good exercise。嚇，所以我頭先成日咧，極就極咗。對一定嘅，我同你講，我係白胃咁啦，冇 muscle 啊，定我係即係大 frame muscle 就 strong。係啊。嘛好嘛，你那是要唱歌哈，練氣即係特別梅話嘛，梅話講你氣啊冇夠氣，都就是別用下你，但係你講 exercise 嘅窗開都會練出來咯。Maybe 就是 because 你看啊，最近唱歌較有氣哦，嚇對誒，有影就是你真唔是你做咩事？你諗講丹田嗬，就是你 diaphragm 是 muscle 嚟嘛，所以你特別會 control muscle。你個會可以借氣接去入面。我特愛做你 diaphragm 做到，我做了我暗顯。
但係咩都唔知，你冇落 diaphragm 啊，你我啱顯就 hyperventilating 啊，你 hyperventilating 就是講你冇用到你 diaphragm 都滯哦。啊，你話你用 diaphragm 唱開時啊，你輕你 chest 被點動嘅，一度就講到8磅嘅，叫8磅嘅嚇。Just envisage your diaphragm low key。你成日喺一種 OK， 我講聽，我教人 diaphragm 嘅時，你就係講人成日翕小影嘅時啊，傻係散散嘅看，你就係翕小影時看到8掏出來，傻係散掉。特別 reverse， 人無啲時，你放你曬到海流個了出來時嚇，係你就掉。你成日無人看時，啊你係你就是接學你 diaphragm 零嘅時候，你接腔嘅時。你試過 imagine 掉，學你8刀。嗱，擺那是較濟人是塑掉嘅嘛，話青山眼啊，最個可能看是塑掉。唔係衝佢嘅嚇，誒小英就唔係衝佢。然後你俾佢 diaphragm 衝佢時都是 reverse 嚟嘅，你放佢曬到零嘅。特別你放佢零，特別你 hold 掉，你 feel 你把你 air 去接，成個我當然放佢零啊，你聽到我聲是，伊是成個衝佢聲啦，伊縮接去。特別我8刀放零，當我用我情話，當我雙佢錄係冇，我你眼嘅時你 diaphragm 度變呢，係咯，嚇，所以唱歌時情話是就好嘅，是講你只唱歌嘅時候，伊氣咪接咯，但你氣就出嘅了時你摸㗎啦。人情話啦，唱歌是人情話咯，超靈課，人情課。OK， 講下咩嘢？這邊聽下邊聽，我未 share 未講講啫。哦，我愛講啊，一項啊，女人 lower back pain 嘅人啦。啊，我 a few years 時我冇有一個問題咋，特別 after 我學 about 這個物件了啊。Actually 啊，咱較久嘅人咧，是關係坐頭殼嘅，你知哦。Actually 阿冇人坐到伊是不好嘅物件。So 你看囡仔，伊人囡仔真辛苦咯，安尼 just like 坐頭殼，因為伊人坐啊幾廿點鐘會袂聽。Because 啊，咱坐落去嘅時，咱坐唔掉，你知哦。我教以為啦，你嘅身軀咧，你坐落去嘅時啊，袂使看邊，你袂使死嘅頭嘅咋，你掉頭邊嘅坐嘅頭不掉嘅咋。所以你 imagine 啦，你坐高椅嘅時啊，你腳穿條拖出來兩步，坐去後背，你是隔嚟坐。So if 你去 exercise 嘅 class 啊，伊拉佢就講，你做你 glutes 啊，你 exercise 你 glutes 啊，出去個靠咯是講，係你翹你，你成日翹腳穿嘅啦，係你腳穿嚟翹落嚟，隔嚟坐落嘅咋，你面是。坐落啊，個嚟翹嘅就未使嘅就 ，because that would affect 你。你是想講你做嗰啲咱叫咩啊 ？squat， 要做 squat 嘅時係 position。做 squat 嘅時，你腳穿埋出嚟咯，用下你 muscle。Because it straighten 你 back 嘅嘛，係是。OK，伊 adjust 你 back，你過嚟坐落，嗰時掉嘅就，有你看邊啊咧，伊是頭邊嘅坐嚟，所以你面底是低，特別你 lower 啊，你 pelvic 是出嚟。拖你8刀出來啦！你看拖你8刀出來啦，係啊！我燒啲氣，你卡吹拖出來。卡吹。做啊！你看啦，甚至你卡吹，你看做啊！你看啦，係啊。入。嚇掉，即係你卡吹啊！然後安尼啊，誒。嚇，你係 lumbar region 就俾拖變正。啊 ，OK。所以你即係人嚟講，你未使安尼壓。Don't slouch 啦，don't slouch。Don't slouch。我講聽，我一部好上面我關係這時候，我是成日你講坐頭殼，我真係咩事啊？我這時候，我係卡是小當劍後，我係卡是 criss cross 掉嘅就。成個人坐線嘅時坐卡，所以我坐呢款嘅時候，我坐啊你後背時啊，我 even though 我 slouch 本好，我未 slouch 一坐，因為我係卡 criss cross 掉時，我 slouch 一坐，我係卡到夾落落去喺度，所以那時個我坐掉我冇 criss cross 嚟講啊，我係坐架直直處架參拜，我係卡吹骨去，你 cushion 那邊去咯，知唔知？所以那時我坐 criss cross 嚟講，我未處啊，你坐，所以when 你坐 criss cross 嘅時啊，你 already 卡出去傾傾橋嘢。
對，所以你看伊拉坐誒，佢哋 actually 是真係 neutral 嘅 position 嚟，你袂聽袂下面嘅，是講你坐落去 properly 啦，你 fix 曬你 position 咧，嚟坐落去啊，你是 OK，特別你坐落去啊，你忙 try to fix that position because you end up 歪掉你個隻骨，硬壓啊，你是。有時啊，做 research 嘅伊人阿冇就是講做咩事阿冇啦，做 low back，俾伊人去 research 講係 indigenous 嘅 groups 嘅了解，伊人看伊人嚇，按咗字是，誒我有一個 correction 嘅，哎呀我有過嚇，我喺度看到我有一個是物件係 correct 你 sitting 嘅 position 嘅啊，是係咪啊？我在伊格達湖邊有一個 cushion 嘅，伊格達湖，即係，伊是二零車嚇。伊唔是你拎正嚟，即是即係以後都白掉嘅咋。哦，係啲路嘅後邊咧啊。所以嗬，哎呦，安怎好難看下？哦，我知，伊係啲後背。嚇，誒我安怎情，一直都教到對你呢嘅位嘅。喲，成個 harness 呢？誒我未見到情嘅喎。係啦。Like a sex swing，it looks like a sex swing。係啦，是 harness 嚟喎。OK，安呢？了，一直北去路格達湖啊？嚇，對，去路格達湖。哦。依呢？誒 ，that's quite a good idea, no？安呢縮掉。啊。So，哎呦，嘛撲起落去。แล้ว亂看這條嗬，你格達湖係啲是依度做你靠出橋。掉啊，掉好多嘅 lumbar region keep key。你就我覺得太正會啊，去 physiotherapy 然後就特登呢排幫條去，แล้วพอ病แล้วมาเบียร์咯แล้วว่า physio therapist 教我一個 exercise 啊，伊講啊，真濟人冇做啦 ，but actually 伊講 if you have to only do one exercise for lower back pain 啊 ，you do this one。伊講人特到啊，像查某啦，人叫人特別砍卡，打波本是砍卡較優秀嘛。伊講你做類 growing stretch。你開你卡，你自己做卡，你開咗大，你就開咗大。แล้ว你夾你身軀啊，至 as low as possible。伊講 stretch your growing muscle。伊講人真濟啊 back pain 啊，打波查某本好啦。伊講，夾了是人為之濟掉啊，人卡可砍掉。所以你開你掀你卡 as wide as possible。stretch your growing。伊叫我，伊講你開嘅時候，你幫住你 growing 啊，定嘅，你成講是骨嚟。唔是骨嚟，伊講是 muscle tendon。有 adductor tendon。แล้ว伊講啊，你 stretch，แล้ว伊講啊，你 stretch 嘅時啊，有啲人伊袂講用伊身軀節啊，你做一邊。伊講 if you only have to do one 啊，什麼啦，you just do that one。我老實甲你講，我特節做咧，我7年免去看 physiotherapy 先。哦。Really 7年我免去啊 ，because 我袂去嘛，我晚會去，我特別換車。แล้ว伊講開來卡垮。開咗大，你就開咗大。แล้ว伊講我，แล้ว有啲人伊講伊只教伊嘅時候，伊今日會開安尼看嚟哦。伊講特別 so and you just gauge your improvement。伊講你開時你卡一邊時你啊就講啊，你卡一邊，下一邊。Actually， 有影你若是開你卡，你袂 slouch 喎。Why lumbar muscles drip key 喎。You stretch， 伊講你幫你迄個條筋啊，伊講 you will think it's bone， 伊講 it's actually not a bone， 伊講 it's a tendon， 伊講迄個真力真硬 ，and then 伊講伊硬甲安尼久來，講是你直直 stretch，伊直直擰，伊只擰啊是啊，你 hip bones 啊，你 lower bones 啊 ，and 你大肌卡，你大肌骨甲啲你 hip 迄邊啊，伊嘛是想有一個 joint 一個 ball 啦，安尼咯。Yeah。嚇，伊講係個啦是 control as your， 伊講 it's a growing muscle， 伊講 just stretch your growing muscle， and 伊講你幫係個 muscle， 伊講你做 exercise 時，你感覺有係個物件啲，係個 muscle 啲 stretch 啊，你就再講會用。我 really 做。誒，我講講，即係物件我買，即係同埋可能看下，伊是買，同埋是專門我到嚟買下，伊叫做 better back 哦，我唔知伊票成叫 better back， 特別伊是好多謝啊，你使講你要起成個謝正久，到底像 bleacher 啊，還是像 bench 然後特別無攤踢啊，然後你又骨酸啊，然後你斜斜嗬，伊是用你knee 搞掉到你knee頭前要內 pad 嘛，伊就是內 sponge 呢，所以搞到你 knee when you relax 嘅時候，伊是hold 掉你 lower back 就，所以你使踢，像我當今晚使踢成個 relax 又夠嘢呢，特別我唔是踢到我夠嘢位就。
是可能借到伊無後邊嘅啦。啊，對啊，所以我聽到嘅時，我想講我是做我嘅 calligraphy 嘅時，我介紹古嘅上面，特別 actually 是我嘅後背下邊眼啊，所以我買一個，了我嘛講我嘛，特別講伊面是借到，伊面是成個彎嘅，但是伊無甲卡無 cross 啊，伊是直直儲加上擺伊嘅 seed 啊，是你家隻你知道？你搞伊是直直儲落去啊，變咗呢去。我是用一個咯，我係啲我係舊啲 lumber roll，就是你 lumber roll， 唔是 lumber roll 啦 ，lumber roll 啦。啊，我係啲後背呢，所以咧我想 Bluetooth 嘅 speaker 嚟你是 ，smart speaker。我未試過係啲阿莫官。嗱，之後攞翻一票，即叫做 back to back。back to back。阿 John 我係喺你拎啊。about sitting posture ตัวกับ house เลยโอเคเราขอได้票 back to back 我唔知讀我別叫我讀代表我係記正係你咯 NPR OK 我去讀嘛等我去訂依然我只做 research 嚟啫我知你 back to back 是多 Shark Tank 嘅啦係啊我是咩Shark Tank 我唔知道代表我未記啊，即係嗱攞嚟看到嗰一句，但係你講看出誒，以前係這樣啊，即係安尼看嚟喎，啊 ，this one 出去咯，所以你看，你那是你卡 crisscross 啊，成個啊，做咩是 crisscross？人講你 indigenous people 就是 because 像只啊，咩是你看呢？伊人苦坐了，伊人徛，伊人坐，成坐巴肚，伊人都無坐到伊嘅，坐茶啦，伊人都無聽。啊，只不過是 posture 嘅事。係成你人講安尼款坐啦，嗬。我人做 teacher，人較坐本時安尼款坐喎。最早啲你頭整嗰時講。because 啊，你加斜下面事喎，嗬，你別使安尼款加，你特別。安尼款嘅，แล้วลูกการแชร์ลูกกล้อง物件是喎，嗬，嗰時安尼款借，安尼款都借跌嘅咯，即係唔是就正常嘅咩？冇喎，係淨借跌咩啫？伊本啊，拖出嚟啊，拖出嚟咋？當你落嘅時啊，你徛了啦，你落嘅時啊，你就用你嘅ขา腿嘅 muscle 落嘅咋？所以你會拉沙掉，你慢慢做下，你當然做下，你落嚟講，你慢慢落，你慢直頭坐落去啊。意思即你落一啲 Q 了，你會帶嘛，所以就所以你慢慢落啊。係你都 correct 嘅步。咱做係你就對啦 ，lunges 啊 squat，你會 check 你 squat 嚇，佢你靠住拖冇拖，你超寸跌啊，一對 straighten 你咩？你拉沙掉，你帶嘛，啊，我也帶嘛，所以嘛是用 kilo，我哋 glute 嚟嘛，所以你睇住嘅。嚇，就嗱，太子我是唔使啦。太子，安尼，太子喺度。跟住看着，所以你要坐時，等我講日早聲。啊，了，你要坐時，你咪是對正卡吹下，你卡吹對拖，你安尼對正對一對。啊，對。哇塞呢！我那背哇，新加坡咁啲 ，that's a very good tip。我仲叫我對 practice from now on 呀。冇啦。我坐嘅時唔是有淡薄安尼咩？安尼款坐落去嘛？冇特人坐安尼。特別你安尼，特別你安尼係冇直接講你後背會拖，所以你要坐時你是安尼款坐，特別你後背就會拖嘅之類，你手舉起來你卡住就拖誒。特別我咁啲講掉咗，咱 North America，咱阿摩人啊坐有個嚟抓，應該是坐好啦面抓。特別有你教伊嘅 seat 嗬，你特別調起你，係啊，一隻較 comfortable，伊成個伊好你卡住配，佢較起後背有啲 seat。啊，對，特別袂水咩安尼款？對啊。都是這類掉誒查某你人甲你安怎坐，你 portion 就好啊，阿毛啦，伊人是穿迄個 corset 咯。哦 ，corset 這個啲 corset 都是安尼 natural。你做 corset 啊，伊講你穿迄個 corset 了，你坐，correct 咧，真水嘅，你係先冇嘅嚇，特別真貴2000塊。喲，你 corset2000塊啊？啊，
伊 cost 2000塊 and then 伊 because 伊是 professional 咁樣物件是用手做嘅咗。伊講伊做兩項款嘅 cost， 我講 what do you mean 兩項？伊講一項款咧，就是學你 posture、你 back pain 係咪貴嘅啦 ，health related 嘅。另外一項款咧，就是人愛情緒去 clubbing 嘅。哦，做你要細細呢？有啲人啊，成伊個 class 是 custom 嘅咗，伊個你做 custom 嚟講。特別伊講啊 ，keyboard 是2000塊，伊講正借迄個 Hollywood 嘅人啊，改訂，而家伊人是全水水嘅嘛。老闆是老闆就借你。咩叫老闆？你講 keyboard， 你講 keyboard， 我講老闆。At least minimum 2000塊。我就聽到2000塊嘅講到。咩呢？我家己叫迪哥伯。伊講你若是穿你 corset 好好，伊講一年好好事。特別你使咪是借啊是啊，細漢啊是借啊是，你人無成日講 teacher 有甲你人講愛安怎借咧？無啦，無伊人講借啲咩？伊人無講對安怎借借款就係。哦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cause 你借啲咧，你 just 敲你 spine 嘅嘛，特別 actually 你今日敲你 spine 你夾隻骨啊。是唔對嘅咋？你跪你 spine 就翹嘅，面是咁樣你夾隻骨嘅，你知啊？翹卡吹啦，你就未有翹卡吹咧。對對卡吹嘅嘛，對對 hips。點解人個講翹卡吹無好啊？咪翹啲啲，所以你講翹卡吹無好嚟講，你啲啲嚟講嚇，變咗你就叫住佢啊，你就變咗唔掉佢啊。翹卡你係 out 掉你 hip 接你就唔使接嚇。查某翹卡穿了 sexy 嘛，你咪咁講冇。哦 ，It's because it's sexy. That's why 查某中意說情關地誒，你情關地你就翹起來 ，so you look sexy, you know, in a way. Yeah, but 你諗下，咁你講唔同情咯 ，especially 古仔查某通情長衫嘅嘛。就是咧 ，it look sexy。就是情長衫 sexy 啦，仲未試過講買 sexy 少嘅。But長衫是咱嘅 style. That is our costume. So 特別so you know it's paradoxy 啦。哎呀，我是細漢是。買 sexy 個買 sexy 嘅呢。貴。阿明開琴啊，阿明是個嚟 sexy 係勁啲嘅咧。我是感覺喺你老人啊，伊人貴檔咧，伊人未打閒，你少年查某食。貴檔，冇啦，即係本是上外口，好你看到舒舒本本嘅呢，嚇，房間妹就係琴咪笑，哇，而家係勁啲㗎啦，我哋講咧。有陣時愛食一擺食一嘅。你使翹卡吹啊！你都無看少年人叫你唔能翹卡吹，嗰陣時你老查某叫你唔能翹卡吹咯。他生我無翹吹通翹。OK， 感謝啊，大家講嘅一哇，咱講聽啊，咩講個卡吹橋哦，咱厲害哦。個有聽者出去要報唱歌，但係講未講了嘅，無啊好。OK， 感謝啦！咱若是咱有別位隨聽時，或者咱個使別個 episode 嗰陣講過啦。我是講後尾隻 episode 較濟是老人，人講後尾隻 episode 聽嘅，咁人家就會較早講啊嘛，老人咁樣困了。誒，你覺得？早清，早清，安怎嚟謝謝 ？OK， 感謝下禮拜再見各位感謝咱嘅 Google Meet 嘅嘉賓。我開嘅啦，看佢轉個個一人好本啊，其實咯是講困起咧，有啲人成個阿龍呢。我成後點困了，係啦，後點是困嘅啦。然後個人 Clubhouse 朋友咯，啦，禮拜再見 ，OK， แล้ว時候，咱個一刀嘅錄音個，咱個一刀嘅錄音了無，了我只是 keep 嚟嘅。乜仔啊？是乜仔啊？唔是乜仔，我知教過嘅事，我教過個一刀嘅錄音，了後尾個錄音一刀啦，我就對邊嚟嘅，所以教過嘅事。你有記出嚟，伊乜物是？嚇？你講有乜仔有一個特別嘅 recording 咩？其實冇啊，冇啊。喲，你是放掉係啥物？我想講你記到一個，法蘭有收掉特別嘅 recording。I think it's September 啦，email 是 September 嘅個。OK。哦 ，September 冇 email 我把 email 我 August 呢？嚇，冇啊，我收到啲 email。你有收到咩？嚇 ，September 你收到啊？係啦，that day 呢嘛。睇你是唔是 August 咩？
我想唔對啊。我就是啦。哦，現節嘅啦，醫生。OK， 我其實做咩事圖嘅呢？估啊，講，因為是我唔知講我會安排掉佢哋引導包嘛，所以人就是講會安排掉引導包嚟講，我計做嘛，所以我特別等講伊 parents 伊 confirm 咩時間講，我嚟就講會使做隻引導包，而且見他講緊我嘅 topic。OK 啦，咁時候咧，禮拜再見，拜拜。